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，爬滿了虱子。慣了不覺，家裏人討人厭，自己看慣了不覺得。家裏人可愛可器重，往往也要等外人告訴我們，方才知道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。我們從家裏上辦公室，上學校，上小賽場，每天走上1里路，走過10-20年，也有幾千里地。若是每一趟走過那條街，都仿佛是第一次認路似的，看着什麼都覺得新鮮稀罕，就不至於視而不見了。那也就跟行萬里路差不多，何必一定要漂洋過海呢？購買欲的過度膨脹，現代都市居民的通病，據說是購買欲的過度膨脹，想買各種不必要的東西，便想非分的錢，不惜為非作歹。我們的方倫的蛋糕香勝於味，吃過便知。天下事大抵如此，造成的蛋糕遠不及製作中的蛋糕。蛋糕的精華存在烘焙時期的焦香。偉大的音樂是唯世獨立的，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屬於超人的境界。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，於千萬年之中，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，沒有早一步，也沒有晚一步，剛巧趕上了。普通人說起為妻之道，着眼處往往只有下列的一點：怎樣在一個多妻主義的丈夫之前，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義。青春、嬉笑、嘈鬧、認真、苦惱的，在着的時候不覺得，覺得的時候只覺得它絲絲流走。一個人年紀越高，距離童年漸漸遠了，小時的瑣碎的回憶反而漸漸親切明晰起來。生活程度這麼高，即使顧得起人，也得準備着受氣。沒有容人，也是人生一塊。拋開一切的原則不講，吃飯的時候，如果有個還沒吃過飯的人站在一邊眼睜睜望着，等着為你添飯，雖不至於使人食不下咽，多少有些討厭。氣味總是暫時的、偶爾的，長久嗅着，即使可能也受不了，所以氣味到底是小趣味。而顏色，有了個顏色就在那裏了，使人安心。顏色和氣味的愉快性也許和這有關係，不像音樂，音樂永遠是離開了他自己到別處去的，到那裏似乎誰都不能確定，而且才到就已經過去了，跟着又是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。長的是磨難，短的是人生。文明人的純良手法之中，時而也會發現一種意想不到的怯怯的荒寒。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，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你想要碰着了現實，每每使他們倒抽一口涼氣，把心漸漸冷了。清堅決絕的宇宙觀，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，總未免使人厭煩。人生的所謂生趣，存在那些不相干的事。
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，而忽略人生安穩的一面。其實後者正是前者的底子。又如他們多是注重人生的鬥爭，而忽略和諧的一面。其實人是為了要求和諧的一面才鬥爭的，而人生安穩的一面則有着永恆的意味。雖然這種安穩是不安全的，而且每隔多少時候就要破壞一次，但仍然是永恆的。它存在於一切時代。女人取悅於人的方法有很多種，單單看重她的身體的人，失去許多可珍貴的生活情趣。有美的身體，以身體悅人；有美的思想，以思想悅人，其實也沒有多大分別。女人的活動範圍有限，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。同時，一個壞女人往往比一個壞男人壞得更徹底。事實是如此，有些生意人完全不顧商業道德而私生活無懈可擊。反之，對女人沒良心的人，盡有在他方面認真盡責的，而一個惡毒的女人就惡得無孔不入。裝扮得很像樣的人，在像樣的地方出現，看見同類也被看見，這就是社交。話說多了，怕露出破綻，一直說着今天天氣哈哈哈。這哈哈的部分實在是頗為吃力的，為了要避免交換思想，所以要找出各種談話的替代品，例如手談。小孩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糊塗，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，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為人，憑空製造了一個人，然後半飢半飽、半明半昧地養大他。做人是危險的工作，做父母的不是上帝，而被迫處於神的地位。窮人結交富人往往要賠本。文明人的純良手法之中，時而也會發現一種意想不到的怯怯的荒寒。西洋美術在中國始終是有錢人消閒的玩意兒。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，我不願看見什麼，就有本事看不見。然而這一回，我忍不住屢屢回過頭去望，氣失胸膛，打一下就覺得我的心收縮一下。我給你砌的這一壺茉莉香片，也許是太苦了一點。我將要說給你聽的一段香港傳奇，恐怕也是一樣的苦。香港是一個華美的，但是悲哀的城。